警方繼續調查打鼓嶺狗場女因懷疑被狗咬死。據了解，涉事嘅狗由狗義工轉交俾狗場。有馴犬師話，訓練嘅時候需要有其他人在場，發生危險嘅時候能夠協助。懷疑發生狗咬死人嘅持牌寵物酒店同犬隻訓練中心位於打鼓嶺平陽新村，位置偏僻，未見中心門牌。唔知啊，其實你哋頭先唔係上去嘅話，平時都聽唔到狗叫聲嘅。咁當你唔知幾時啲狗走咗出嚟，跟住你真係咬人嘅話，你啲細路仔好大件事㗎。應該係個別嘅事啦，唐狗係特別添，特別純添，冇可能。即係我養狗咁耐。涉事嘅狗場喺今年1月起營業，根據佢哋網站嘅資料介紹，提供犬隻訓練、寄託等服務。事發喺星期四晏晝，33歲寵物酒店女持牌人倒卧喺中心草地，頭、下顎、頸有撕裂同動物咬痕，當場證實死亡。一隻狗喺佢身邊徘徊。家屬朝頭早到殮房認屍。據了解，懷疑咬死女人嘅狗大約1歲半，重超過30公斤，身上有晶片，都未絕育。嗰隻狗原本由落馬洲停車場飼養，停車場4月停運之後，由狗義工照顧。2個星期之前，義工出錢寄養喺狗酒店，並且安排領養。據了解，個女人當時自己一個喺中心做嘢，嘗試將隻狗放入籠入面，並且拉扯佢嘅頸圈，期間唔小心倒地，隻狗之後攻擊佢。有馴犬師話，訓練狗嘅時候要有其他人在場，發生突發情況嘅時候都可以協助。佢用隻手咁樣捉住佢哋頸去入去嘅時候，咁隻狗一定係有一定嘅脾氣。當一唔中意，佢唔想入籠，佢咪有一個可能性啊，即係攻擊佢嘅。當一隻狗去攻擊人嘅時候啦，咁如果嗰隻狗仔咧，例如佢咬住咗我不斷會嗌，我不斷會掙扎，咁而係咁樣嚟講咧，導致到隻狗仔咧個捕獵性嘅意欲會仲強啲啊！即係佢仲會死口咬住咗佢係唔放嘅。個狗酒店啊，各方面嘅嘢，咁其實就我哋起碼都至少有2位至3位嘅員工去上班。萬一你真係俾隻狗咬住咗嘅，咁你係咪都叫做有人去睇到你，同埋有人去叫做幫助到你？網上流傳涉事嘅狗係混種比德鬥牛犬，比德鬥牛犬屬於本港禁止入口嘅4種格鬥狗之一。即使係混種都唔可以輸入香港，但執行嘅時候有漏洞。隻狗仔可以帶去漁護署打晶片啦，植入狗牌啦。第二就會帶去獸醫診所，去 BB 都多數係一隻好可愛嘅狗仔嚟㗎嘛。一般你寫佢係唐狗 ，OK，咁佢咪覺得係唐狗咯。即係好少有獸醫佢會同你去爭拗呢個點嘅。佢可能有1/4或者2/1咧係一啲危險狗隻嘅品種咧，其實我哋都即係一般人係未必係可以咁容易可以分辨到嘅。漁護署佢係加強去執法嚇，喺呢一啲放到晶片嘅診所入邊咧，係咪可以俾多啲嘅指引佢哋啦，甚至乎係規定佢哋啦？可能係見到一啲可疑嘅品種，會唔會係需要去攞埋漁護署嘅一啲嘅建議先至可以俾到呢個晶片咯。佢都認為狗主應該盡責任，唔好喺非法途徑買狗。無線電視記者陳嘉欣報道。